晨到早，欢迎收看今日6月11公司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先开始，咱来关心昨昏咱国内新增加266个确诊病例，境外有3例，本土病例有263例，还有28个人死亡。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讲，照趋势来看，疫情是有小可较降，但过并无明显。 国内新冠疫情要持续咧退烧，车站国新增加263例本土病例，其中以新北市112例上侪，过来是台北市58例，苗栗县43例，桃园市14例，基隆市12例，彰化县10例，花莲县7例，南投县、新德县拢2例，也那宜兰县、台东县、台南市是1例，另外嘛新增加18个死亡的病例。整体的一个病例从这个发病日也好，或采检日来看。 整体它还是有一点向下的一个趋势，不过状态并不明显，状态并不明显，要持续注意。 今麦确诊的死亡人数一直咧压悬，佮传出台大病院找到收治一个到病院进前死亡的患者，确定感染新冠肺炎。经过调查，是一个66岁，伫3重保诊所的医师，7天前捌注 AZ 疫苗，找到发生稳定欠送数的现象。送病院进前都已经无喘气、无心跳，伫台大病院过身。 也若伫嘉义一个社区药房药师，6月初时注 AZ 疫苗了后，找到出现扁白、牙嗽等等的情形。找到甲因厝内人讲伊身体无爽快，想要转去房间休困。食饭时间厝内人甲叫煞叫袂精神，紧急送病院，毋过到病院进前就已经死亡。中午约12点50分，送来本院，然后来本院发现是到院圈死亡，经进一步的紧急处理之后宣告无效。我们这一位药师呢，他有这个 中风的慢性病史，有做 PCR 的采检，那结果是阴性。嘉义市卫生局表示，目前暂时无法度判定，敢是因为注疫苗的关系，致使伊过身。所来会整理所有的资料，向中央通报是疫苗不良反应的事件，再由中央来判定。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关心一个好消息，这是咱国产的预防车高端公司所研发的预防车，伫昨昏是宣布讲第2期的临床试验解盲成功，会赶紧向卫福部食药署申请紧急授权。高端公司是表示，第2期的实验人数有3000人以上，发烧的比率无到1%，是一支安全佮有效的预防车。另外，卫福部食药署昨昏嘛证实讲，专家会议已经通过美国交生，也佮有辉瑞 BNT 预防车的紧急授权。 头一期国产疫苗宣告第2期临床试验其中解盲成功。高端疫苗执行副总李思贤对因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是真有信心，强调家己甲厝内的人拢愿意做，强调所有的受试者拢无出现疫苗相关严重不良的反应。在全身性不良反应身上，发烧比例即疫苗组为0.7，安慰剂组为0.4，并未发生与疫苗相关之严重不良反应。高端的候选疫苗 确实展现出次单位疫苗良好的安全耐受性。国产高端疫苗第2期解盲成功，接落来都是直接以2期解盲的数据甲报告，甲卫福部食药署申请紧急使用授权。总经理陈灿坚强调讲，中州2倍品质较稳，安全性较耐受性悬，符合紧急授权的标准。毋过要欠第3期临床试验，嘛要无公开保护力的数据。毋过陈灿坚再三强调讲，疫苗的安全性无问题，会赶紧申请紧急授权。 我们的受试者，那么是超过3000人，也就是说，我们是符合它第1条的标准。同时呢，我们也在接种后最后1剂，那么追踪1个月，特别呢这个发烧部分呢，那比例非常的低小于1%。 不过，立法院联席委员会审查有关2600亿纾困4.0的预算。卫福部书面的报告书指出，国内疫苗厂所用的中州2倍的技术，开发的期程比莫德纳甲辉瑞新冠疫苗还佫较久，而且较好应付新冠病毒的突变，恐惊这会冲击到民众注国产疫苗意愿。不过，指挥官陈时中强调讲，目前的研究还佫在进行当中，会看疫情的状况来调整策略。是 mRNA 的它的一个变化的速度是最快。 但次单位疫苗仍然有它的一个变化的可能性，在未来那有新的变化，那我们的策略就随着来做一些相关的一些改变，不管是打第3剂。陈时中表示，解盲的结果甲紧急授权使用并无关系，因为还佫需要甲其他的研究甲科学的数据做伙看，经过综合的评估了后，才会当送去审查。若通过了后，才会当摕到紧急使用授权。也若高端疫苗第3期的临床试验，因强调讲是一定会做。 上大的目标就是摕到国际药证，只是这成本是真悬，无排除会伫咧友邦国家，或者是伫咧染病患者较侪所在来做。
记者综合报道。昨昏台北市新增加58个本土病例。台北市的疫情看起来有转好，也毋过台北市即马是出现诊所偷煮预防针的代志。经过调查，台北市政府有拨予6间诊所提供200控制罐的预防针，会使住2000多人。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讲，会请台北市政府提出报告，若是无照规矩、无照规定，就严办。台北市的卫生局长黄世杰讲，伊会落台负责。最大的一个责任督导不周，最大的责任，所以我已经跟市长提出请辞。台北市好心肝诊所得到北市府配发115罐 AD 疫苗违规开放防治工资，引起一连串的争议。台北市卫生局长黄世杰自认督导不力，决定请辞，也不过犹原无解开疫苗配发的疑魂。我也觉得蛮惊讶的，怎么会说一个配发疫苗？我还真的去查那个植物分工表，你知道哦？台北市政府真的发疫苗到股掌就可以觉醒了。疫苗配发风暴影响北市府国民特别面对，也不过摕到疫苗诊所唔拿好心肝，先摕到的是小核心诊所旗下4间分店。5月3日到6月初8，摕到85罐好心肝是分别伫6月初7、初8收到疫苗115罐，也阁有1间合众诊所6月初8摕到2罐，拢总6间诊所202罐疫苗。敢是对这6间较好，指挥中心要求北市府提出报告。我想是不是在疫苗上面有没有私相授受哈？那我们还是会请台北市提出报告来哈。基本上还是照着规定去做。那有不合规定的地方，那我们当然就是会严办。就施打的对象是不是第1类到第3类的人员？我想这才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重点了哈。留到那6家诊所这个我们会处理嘛那个是我们不对嘛不过事实的真相就是疫苗还是不够。国民党指出，台北市1到3类注册诊所是129000人，也不过也是有4万多人还未注疫苗是事实。医师工会抗议也是真的，重大问题都伫疫苗无够，也不过已经摕到疫苗这6间诊所合计注射对象占偌济比例的北市府也要搁查。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好心肝一间诊所违规摕志工注预防针，互市府罚200万。负责人柯金川医师昨昏尾暗仔互检调叫去约谈。上新的消息是，伫半暝啊2点外，包括柯金川在内12个人拢直接互请回。另外，毋若好心肝这间诊所，其实好心诊所嘛有摕到85罐。台北市好心肝诊所违规摕志工注 AZ 预防针，互市府罚200万，也注销合约诊所的资格。诊所伫咧垂直案出面回应。这次施打的对象就是我们好心肝的工作同仁以外，就是我们常年跟我们一起在做肝病防治的志工。我们的出发点的善意的，当然也许规划上不够周延，造成一般民众以及有关的单位的困扰，特此道歉。好心肝的声明讲，预防针注的对象除了基金会甲诊所固定的工作人员300多位，也有经常性的志工600多位，加非经常性的协调志工参加推动肝病的防治。志工大部分拢是退休的医护人员甲爱心人士，也有定定义务支援社区服务的志工家属。另外，也有定定伫咧基金会出入的清洁人员、水电工人、大楼的保全，也有专业顾问。好心肝讲，这边注的对象拢是这寡志工甲医护合作伙伴。工地接到台北市医师工会通知，予台北市医师人员6个随时进前到指定的所在做预防针，因就是根据做预防针优先顺序规定的第1类医师人员甲医疗院所非医师人员分类办法来做。这边台北市配合诊所疫苗，好心肝摕到115罐，小河新诊所所属的4间诊所总共摕到85罐。好心强调，诊所总共1090人，扣掉有薪的俘虏等高风险的人员，850位吹背拢已经做好。我们大概打的差不多了，应该算是蛮刚好，所以我们施打率应该有95%以上。那还有一些是孕妇啊，那还有一些是因为身体有这些特殊疾病，或者是他不愿意施打的人，这种人很少数，所以我们整个体系目前是施打完毕。行政院讲，若诊所私自做预防针，会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或者是行政责任。没有是依接种顺序
名册私自帮民众施打，政府将就相关人员的刑事或行政的法律责任依法追究。台北地检署崔入也指派检察官分他立案侦办。到健保署、台北市卫生局加好心肝诊所，北检也以证人的身份传唤好心肝负责人柯金川，也有市府卫生局疾管科科长等12人，用视讯方式讯问。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拢是好天，侪云过大了后会落西北风的天气。咱来看云图。今日太平洋高压有略略增强，天气较稳定，高温稍热。过大了后，山区中南部平地会落局部短暂雷阵雨。落雨范围有较细啊，雨水量嘛无遐高啊。今日高温大约是31度至35度，是热人的天气。后礼拜一5日这天气会转透西南风，水汽会变济，中南部的天气较无稳定。伫南部落雨范围就变较宽，有短暂阵雨。那北台湾是过大了后会落西北风的天气。伫5日这大台北地区无落雨时，较暗有热，高温有机会会升到36度。热天到位啊，乡亲一定爱加啉水。就惊5日这连续假期，大家关袂牢，走出去，还疫情加悬。高公局伫昨昏是宣布讲，高速公路服务区伫5日这个连假拢袂休困。高公局卖做车流量的管制。5日这就要来啊，就惊疫情的升温。高公局伫咧初十宣布，国道专线15个服务区的卖场，包括超商、椅体柜台、食分食等等公共设施，全部拢会关起来。民众出入便所、甲加油站也拢着爱徛名。也若国家公园除了会继续关，内政部也会加强巡逻，包括垦丁所有的沙坡、合欢山、主峰、太鲁阁、武岭亭等等。阳明山、甲玉山、塔塔加地区国家公园的停车场也拢会关，其他停车场车辆拢爱减4成。也若全台湾142条的自然步道，甲81条的林道也拢无开放。连假疏运高铁载客率已经降到5%，台铁是已经降到3%。所以目前高铁的订票数是38000多张，台铁是26000多张。那我们也希望在个人运输上面，就是在高速公路的运载，那有做一些流量的这个控管。那会从6月11号的晚上9点就开始，一直施行到6月14号的24点为止。交通部也会控制交流道的车流量，要甲压伫咧过去连假交通量的1半以下。中央要是呼吁民众尽量用卡电话代替回乡过节，若真正爱转去一抓，定着爱做好自主健康监测。记者阿敏珍、林玉凯台北报道。世界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来看联合报。美国贸易代表处昨昏发新闻稿表示，美国的贸易代表戴琪已经透过视讯会议，甲咱内政部委员郑振中会谈嘛，双方将紧就会举行第11届贸易投资协定会议，T8谈判，嘛会重新启动已经停超过4档的贸易投资商谈。来看《中国时报》。本土疫情自5月中爆发较大，台北股市虽然有大起大落，也毋过财政部昨昏公布税收的统计，5月份证交税有294亿，连续第3个月创下新高，而且一年是增加613亿，是30年来加上侪。咱来看《自由时报》，明仔载就是5日这连续假期，除了台铁、高铁、国道客运嘛拢会减车帮，每一班车车票会控制卖2成。另外，针对家己驶车的民众，高公局嘛要实施高强度的交流道管制，过路费无优惠啊，国道的服务区休困站拢无要开，要增加民众的无方便，希望大家乖乖踮伫厝内就好。来关心本土疫情炭烧对国内的医疗资源、医疗量能是一大考验。前交通部长林佳龙有发起募款，采买日本的负压隔离舱，第一批有10座，伫昨昏已经送到桃园机场。咱卫福部长陈时中嘛有亲身去机场接，才会先送去予急诊病院使用。华航飞机载着负压隔离舱，随着暗6点到桃园机场。卫福部长陈时中亲自来接机，第一批10座负压隔离舱，予急救专责兵优先登记。以前在布桃我们曾经有用过，那所以就是说，就紧急的做这样的采购，
那日本方面也非常的配合，所以今天晚上大概就有一批会进来。那我们大概先为大家来登记，好，那以急救责任医院，好，它有适当的处所为优先。因为湘北市已经严重病房无够使用，将这病人就喺北边南送，由民间企业捐款买80座日本绿里公司所生产的复合隔离床，会当当作加护病房使用。这批隔离床由华航的飞机免费载，差不多下昼4点自日本东京的成田机场起飞，暗时6点半送到同机场，要送到华都公司做查检加组装。前交通部长林佳龙伫 FB 感谢6间企业加民间单位集资，总共捐80座日本复合隔离床，会协助急救专职病院解决复合隔离病房无够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也搁咧拖。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亿7千万例，死亡人数有377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午有新增加266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2222例。中国嘅病例有91000多例，香港超过11000例，伫日本是超过76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3400万例，印度超过2900万例，巴西是超过17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455万例，伫法国是超过579万例。那欧洲议会已经表决通过，未来欧盟各国要推出健康通行证。欧盟的公民，若是有做过预防针，体检是阴性的，也是讲去挖到病了后已经好啊，就会当伫欧盟的会员国之间自由出入。严格做过这项预防针，一定要是欧盟认同的，才有准算。欧洲议会提交表决通过提案，会推出全新的新冠健康通行证，也就是咱讲的疫苗护照。若有疫苗护照的欧盟公民，甲合法的居民，会当伫欧盟国家之间自由来搬徙，唔免隔离或者是另外做体检。7月1日开始1年的时间，所有欧盟的成员国拢爱免费发放，而且爱承认疫苗护照的效力。有疫苗护照的欧盟公民，只要有做过新冠疫苗，或者是最近体检是阴性，也是捌画到，毋过已经复原。3项内底符合其中1项，就会当自由出入欧盟国家。那相关的资料会放记录伫通行证内底。In other words, an EU country cannot block an EU citizen from entering if they haven't been vaccinated. It has to allow them to get a test and/or quarantine and still come in. 为着让各国有时间准备，新的措施实施进前的前6礼拜，明年规定爱施行。若通行证是由欧盟各国发放的，会当选择纸本或者是数位2种形式，两种拢是用 QR code 的方式来呈现个人的医疗数据来确保隐私，而且袂含其他的国家分享。特别注意的是，所谓有做新冠疫苗，敢若有欧盟核准的才有准算。目前欧盟核准的疫苗有 AZ、辉瑞 BNT、莫德纳，还佫有胶生疫苗。即马已经有咧做疫苗，欧洲各国的疫情有较缓和。法国初九开始开放国际旅客入境，不过照疫情的程度，会甲各国分做青色、柑仔色、红色3个等级。这3个等级的入境条件拢无共款。另外嘛，开放餐厅、咖啡厅会当伫咧内底食，嘛甲宵禁的时间为暗时9点延到暗时11点。若比利时嘛大幅度放零防疫的限制，重新开放戏院、电影院、餐厅等等。不过当局嘛警告，若要预防 Delta 变种病毒，做疫苗的速度就要搁较紧的。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来关心美国总统拜登，即马人是伫英国访问，又甲英国首相强生会谈，有签署新版的大西洋宪章。外界是较关心讲有北爱尔兰系统的拜登，敢会要求英国尊重北爱尔兰协议的精神。强生是强调讲，拜登并无安尼做，不过大家已经有共识啊，希望会当维护和平。美国总统拜登随集甲英国首相强生伫7大工业国集团 G7 正式开始进程，伫英格兰的会场先举行会谈。Everybody's absolutely thrilled to see you. 这是 G7 这2年来第一场实体峰会，由英国主办。强生甲拜登会谈即天有签新版大西洋宪章，强化双方关系，伫网络安全、新型科技甲气候变迁问题合作。80 years ago, Prime Minister Winston Churchill and President Franklin Roosevelt
signed an agreement known as the Atlantic Charter. It was a statement of first principles, a promise that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meet the challenges of their age and they would meet it together. Today, we build on that commitment with a revitalized Atlantic Charter. 不过，外界更加注意的是，会谈中所讲到的北爱尔兰协议，有北爱会统的拜登是不是要求英国遵守协议的精神？ No, he didn't. But what I can say is that the America,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the UK, plus the European Union have one thing we absolutely all want to do, and that is to uphold the Good Friday, the Belfast Good Friday Agreement. I'm optimistic that we can do that. 北爱尔兰协议今年1月出现生效，自英国甲北爱的货物将受海关的检查，不过有3个月缓冲期，伫3月底进前无需要检查。 不过，英国伫咧3月初单方面延长到10月初7，互北爱当局认为英国真无尊重。对此，拜登也提出警告讲，无什么代志会当破坏1998年所签的贝尔法斯特协议。强调是讲，保护北爱和平议题，大家拢徛伫咧同款的立场。签贝尔法斯特协议，互1969年爆发的北爱尔兰冲突停乱，也是和平进程的开始。公司新闻吴玲编译。 今日国际上又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总统拜登昨昏时对外宣布讲，美国国要关5亿吨非随 BNT 的移风车，予92个中低收入的国家，而且伫8月份就会开始送。来关心巴西疫情也未转好，也毋过巴西总统已经宣布讲，伊要豆豆解除嘴暗的禁令，有做过移风车，也是去为着病已经好的人，拢会使毋免挂嘴暗。 来关心中国最近日头出手援助战略地位重要的太平洋岛国，包括萨摩亚、基里巴斯这些国家，这是引起澳洲甲美国的关心。镜头倒来国内，咱来关心行政院的顾问丁一鸣同亚公伊5月份的时就已经做好 AG 移风车，嘛引起讲敢是考试特权的争议。行政院是表示讲，伊是第2类的人员做移风车无问题。指挥官陈时中嘛讲，伊嘛是常常甲伊开会。 另外，有人即马嘛讲 ，AG 移风车进前就捌找咱台湾代工，咱也无接。但是中时回应讲，因为对方要求的数量伤济啊，咱台湾做袂落来，才会讲无成。疫情严重，不过疫苗供应有限。最近传出特权插队组疫苗的代志，传出等下担任行政院顾问的前行政院发言人丁一鸣，今年5月中已经做 AZ 疫苗，引起质疑的声音。行政院表示，丁一鸣是属于第2类中央防疫体系内底。现在应该是行政院的顾问丁一鸣啊，您最近一次跟他开会是什么时候？我经常跟他一起开会。这有没有相关的特权的疑虑？ 因为我们在第2类还有列的中央跟地方的防疫人员，他有列在里面吗？那我要看看他的造册上面，因为他有那个资格在那里面。立法院临时会彻查审查纾困4.0预算追加案，卫福部编列疫苗采购费用267亿，那赢立委是批评钱付啊，煞摕无回。 前立委郭正亮指出 ，AZ 疫苗原请去年捌找咱台湾代工，不过最后破局。但是中是讲，因为对方希望制造代工3亿剂，超出咱方预测的1亿剂真济，台湾产量有困难，最后才无讲成。代工生产 AZ， 但一方面也有人不太喜欢这样子，那另外一方面他要求的量，我们那时候评估起来，是会有困难。你疫苗的单价以前是编750块了。 国产疫苗高于这个低于这个总可以讲嘛？你不要跟我讲数字，对，我高还是低？我们现在大概编的数目编的了都比那个要高一点。面对立委追问疫苗的介绍，陈时中表示有保密协定，为去年9月底开始到6月为止，咱国疫苗采购签约已经达到1981万剂。陈时中坦白讲，确实比较较歹掌握到进度。记者综合报道。 所以咱关心苗栗科技厂移工的群聚感染，昨昏有加43个病例，其中的经关电子1000外个员工有做第2届体检，结果呢有30个人是对阴性转做阳性，即马爱赶紧做核酸检测。另外，伫彰化有加10例是甲拍白球的传播链抑个病院的群聚有关系，啊那伫南投有加3例是甲家庭内的群聚感染有关系。
警员电子电缆厂的员工也是继续伫做快筛，不过这是因第二届做快速体检。虽然警员电子初六暗时已经分流复工，不过初到第二届甲1000个员工做体检，都有30个人为原本阴性变做是阳性，也若这阳性的人，拢要搁做 PCR 检测。其实快筛呢，它的伪阳或伪阴性呢的比例呢都是存在的。以伪阴性来讲，大约是在30% 左右。所以呢，我们之前筛检的个案，它有可能在事后呢，它会有一些症状出来。苗栗县初10新增加43例确诊，包括警员11例、地方28例、立警1例、警长2例、台险先科1例，医工群聚也未有转号的现象。咱若彰化县是增加10例确诊的个案，其中有3例感染原因不明，另外1例是属于卖水果的传播链，3例是拍麻将的传播链，另外还有4例是甲某一间病院的群聚案件有所关联。在护理之家跟病房清空隔离之后呢，目前在院内没有新增加的病例。可是住过这个病房出院的，我们在居家隔离当中陆陆续续发病，现在累计也到8位了。南投县草屯家族的群聚案，佮新增加1个亲人嘛确诊，另外1个负人人6月初3为美国返来台湾，伫个居家检疫的期间确诊，弟媳因翁嘛互怀着，翁仔某2个人拢确诊。南投县为着因应所落来伫要到的5日节连假的防疫，县府嘛甲风景区做出相关管制措施。目前呢，整个南投的各风景区、油气据点、观光游乐业、农场、林场、自然园区、森林游乐区、森林步道以及游客中心跟码头大概都已经全数关闭到6月28号。伫观光交通的方面，侪车帮嘛拢缩减。南投县旅宿业者嘛配合政府防疫，到6月28为止，是拢自主未收旅客入来大，避免出现防疫的空棚。希望透过更较严格防疫作为，会当互3级警戒赶紧解除。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目前咱国内的本土病例数，昨昏咱的本土病例有新增加263例。目前咱台湾的本土病例计共11011例。咱来看伫各县市的分布。目前咱台湾病例数超过3000例以上的县市有新北市，新北市有5304例，台北市是3759例，超过100例以上的所在，桃园市有528例，苗栗有357例，彰化有237例，伫嘉南市218例，台中有171例，另外昨昏有加28个死亡的个案。目前咱全台湾的本土病例加上境外病例，计共12222例。这个统计是疾管署早起上新的数字。来关心新北市病情。本土病例数上侪，昨昏新北市又搁新增加112个本土病例。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表示讲，快筛站大部分验出来的拢是无症头的感染者，伊毋惊数字变侪，会继续做快筛，安尼才有法度切断传播链伫社区内底。若昨昏伫树林嘛有出动快筛队替里民做体检。初查本土病例确诊数全国也是以新北市112人上侪，中和19人，板桥18人，也是排新北热区。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新北快筛站大部分拢是无症头感染者，外界质疑新北市确诊数较侪。侯友宜是讲，爱持续用大量体检，找出无症头感染者，扎断社区传播。所以我们找出来的都是无症状确诊者居多。最重要的是鼓励市民出来广筛，所以市长不怕高。更不怕多，只怕你不出来。呼吁我们所有重热里的里民们，透过里长的一个处理，让我们的里民尽量留在家里面的低度活动。新北市即卖有37位体检站，初查树林，阁新增加机动体检队深入邻里。最近运行缺氧死亡的案件真侪，新北推出远距虚拟病房平台，伫集中检疫所发放血氧机，上传血氧资料，医师人员则阁远端监测个案的身体素质。拜托我们市民宅在家，更要更低度的活动。尤其我们29个区的区长都会到各地去了解人潮的状况，随时通报，随时监控。因应着5日节连假到啊，侯友宜表示会执行各区区长到各地监控人流状况，也拜托民众5日节千万唔通出门。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新北市上河病院甲文子宫病院拢传出有大病院的病人本地是阴性，落尾是转阳性，佮卫护其他的病人甲护理师。目前文子宫病院内底有7个人确诊，有1个人死亡。若上河病院有9个人确诊。另外，国军的台中总病院嘛有1个护理师确诊。
新北市三甲的文子宫病院爆发群聚交叉感染，5月22一名 PCR 阴性患者断院，2被因为胸坎电工状况变差，2个 PCR 阳性确诊，因为住伫一般病房活1礼拜时间到初九为止，感染江楼站的3位病人，1名看护、1名照护员甲1名护理师，其中1位病人当日确诊，当日死亡，总计有71人互科列隔离。外口风声，院方也将抗病房加做护理人员隔离使用，甲一般病人揽做伙。这个不是院内感染，这是一个群聚的感染。怕他回到家，他没有自己的一个1人1室，没有自己独立空间，没有自己的卫浴，反而会造成家人的困扰。所以我们就说，哎，这样的话到我们的病房来，那我们就空出半层的病房给他们。文子宫病院群聚感染目前有7人确诊，1人死亡。新北市祥和病院也传出有病人到院 PCR 呈现阴性，后来转为阳性。地区照顾伊的医护人员留病，为何3位病人、10位陪病者甲2位护理师有9个人确诊？那阴转阳大概是大家压力最大的哈。那所以呢，我们会希望医院呢能够加强筛检的一个频率。那另外呢，对于医护同仁的防护装备，也希望能够提升。另外，国军台东总病院也有1名负压转接病房的护理师确诊。初九院方执行高风险单位体检时，1名护理师 PCR 呈现阳性。院方随科列病房甲江楼站所有同仁安排 PCR 采检，目前拢是阴性。5月中的时候，他已经打过疫苗了。其他的一些楼层的病房呢是有正常运作。那在这个都是高风险的单位呢，我们都有特别的管制。目前科列37人中有13位 PCR 阴性，其他也爱等待结果。台中国军总病院有专职护理师确诊了后，即日起也暂停急诊住院健检、快筛甲自费参公费 PCR 等服务。记者综合报道。电风上头，咱来关心鸡蛋甲鸡蛋。鸡蛋的菜市啊，一直传出有业者去划掉，所以市府即马搁甲成功市场甲仁爱市场封起来。菜市啊封起来了后，民众无地买菜，全走去别个菜市啊买菜，所以即马要加强，毋但要管制人数，而且要限制汽车甲奥多摆去菜市的数量。那宜兰县长林祖苗是宣布讲，过一个连续假期去宜兰的客运车帮袂使超过2成，要减少民众去宜兰的机会。民众排几排，除了填写实联制，嘛都要按照迄天的身份证2号尾数，才会当进入市场。家人的花山街市场，初10开始封街管制，警方到现场维持秩序，甲过去人踢得店的情形，即马冷冷清清。疫情严重，不过有民众出外唔挂喙暗，立刻互区公所的人员关心。从上午7点半到中午12点为止，人车管制。依照市场的防治法，就是说身份证号码今天是双数码，就双数才能来采买。家人2大传统市场最近传出疫情，成功市场传出真侪大商感染着，其中有较真的猪肉蛋也伫仁爱市场营业，所以家人市政府下令2个市场拢爱停业。先讲仁爱市场所有的担头全部拢爱科列居家隔离。仁爱市场的摊商全部也是好，然后现在正安排在今天。跟明天陆续的进行 PCR 的一个采检，好，所以我们并不会特别去框所谓的运送的人员或者是去骨人员，哈，我想，这一个我们是更大范围的一个框列。家人新增加12个确诊，分别是仁爱市场对面的便利商店员工、照护中心外国一个照护员、护理之家的住民等人，其中有10工业公司检验员1个喂4个，引起家庭规定感染。按12165是他的女儿，哈。也是匡列为接触者，好，然后之后采检确诊。另外是按12166，这是另外一名女儿，哈。那今天呢，这个暗号呢12053的，就是30多岁的这个女性，她是昨天暗号11974号的女儿，母亲确诊后安排她呢采检，结果呢确诊。宜兰进前伫大溪用行动体检站拢总体检383人，快筛加 PCR 的结果拢是阴性。面对所来的50济人假，林祖苗呼吁用电话问好代替回乡探亲，也宣布为6月11至6月14，各道客运各班次无超过2成，来减少民众非必要的跨县市活动。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一个上新的消息，这是本土疫情也搁在谈。包括预防下的代志，也个明仔载开始51个连续假期的防疫措施。全国的防疫会议头头开煞，即马疫情指挥中心正在开记者会，来去记者会现场。特别提醒县市政府，
要去注意一件事了哈，因为我们大家看哈，1类到6类总共就已经有267万左右的人数哈。那我们这一次的疫苗124万剂全部施打完毕，那也还无法满足整个社会哈，这一点我们有特别请县市政府要特别去注意。那在规划上面，那要审慎的去做处理。另外是提醒所有1到6类，其实都依照居住地的部分，因为这个所有在健保资料里面都有，或是列名册的人员，全部都是提供给各县市，都是一样是在健保资料里面。那所以应该是依照他的居住处所就近来做施打，那这样子才能避免人员的移动哈。所以这一点我们有特别请县市政府来提醒啊。那第3个呢，我们今天也特别跟县市政府说明，我们那一天提到的这个导入民间救护车来协助后送的这一个部分，从今天开始启动哈，因为我们在那天宣布完，跟民间救护业者持续做一些相关的教育训练跟准备，那已经完成，那从今天开始就会导入目前有全国18家的救护车，那一起来18家的这个救护车业者一起来投入，那每一家业者至少会有投入6部的救护车，所以总共会有108部的救护车哈。那这样子可以减轻，也可以消化掉我们一部分在119的救护跟救灾的这个量能，可以去做妥适的准备。那第4个呢，我们有特别请地方政府鼓励观光饭店的业者发动暖心的方案，提供医护人员跟相关的医事人员入住，那可以来这一点有拜托县市让我们这个相关的医护人员跟医事人员呢是可以得到妥适的休息的部分哈，所以这一块我们有在特别拜托县市政府来协助跟帮忙。另外也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会中县市政府一样很关心这个暑假即将来到，那各大专院校在学校的这个学生到底要往哪里去哈？那这一点，教育部曾经在5月26跟6月8号也都有分别发文给这个各大专院校，要强化住宿生的管理。那不得强制要求住宿学生返家。那一样的是，因为在这个疫情3级的期间，我们要减少人员的移动，所以我们教育部呢也特别在5月26号跟6月8号有发文给各大专院校，我们也请各大专院校一定要来协助。那对于在住宿的学生的生活管理跟照顾上面，一定要妥善的去做处理。另外，今天特别跟大家说明一件哈，因为这是这几天也是在群组上，那我们发现有一个上面是卫福部这个简讯的上面去卫福部哈，那下面其实是一个这个股票的相关资讯。那我们后来刑事警察局很快的去查出来，原来这个是一个大家知道现在为了防止这个骚扰电话啦、诈骗的电话啦，或是这个行销的电话，那 Whoscall 上面会有一个登录，这个查出来之后，发现这个是过去曾经很多不同的商业团体或企业团体曾经使用过。那最早以前也曾经卫福部也曾经这个发送相关健康的资讯。所以可能是有民众去登录说，这个号码是卫福部哈，所以造成了大家的误解。那也已经刑事警察局也已经请 Whoscall 这家公司将这个名称
的部分把卫福部移除掉，避免造成民众在这段防疫的期间有所误导哈。所以我们已经协请 Fusco 把这个资讯拿掉了哈，所以民众就不会再看到有这样的造成大家误解的部分。大家看到的这是疫情指挥中心早起上新的记者会内容，来关心进前有中人公司甲移工安排去住一般旅馆，落尾呢转互新竹市政府罚100万。想袂到顶一日中人公司无通报，就甲一寡移工刷去新竹县的一间检疫所。县政府是赶紧派人去消毒各有封锁线，这嘛引起附近民众的惊吓。检疫所前后拢扣封锁线，另外把全副武装，唔敢瞌睡。各移工因为人无爽快，救护车赶紧甲人送采检。县政府听到这情形，连面派人到附近消毒。没有人讲啊，那到昨天才发生这种事情，那你是不是太慢了？那大家都觉得哦，好恐怖哦。怕是一定怕啦，但是该做的防护做好嘛，这样子啊，对啊。明日电子场传出疫情了后，有部分移工驶来到这间新竹县检疫所，虽然讲地点合法无问题。不过，中人公司无照规定，第7天内通报，新竹县政府决定要罚这间业者30万。依照相关的规定，需要在7日内通报主管机关。目前我们是没有收到，我们也在收集相关的一些事实的一个证据。基于这个疫情的考量，也真的要希望这个样的行为能够遏制。我们会县政府这边会从重来做处罚，做30万的处分。检疫所这阵有39名移工住内底，一部分因为快筛阳性，目前等 PCR 结果。县政府讲，附近会加强防疫措施，嘛注意减少大的人数，呼吁大家无需要伤过惊吓。记者张君豪，新竹报道。生活消息，咱来关心厝内若是有失智也是失能的患者，除了爱面对生活经济压力，也佫有照顾的负担。家庭照顾关怀总会即马是伫咱群组推出线顶的照顾服务，希望利用线顶的服务来排解这家庭的压力。阿嬷，我帮你去身躯哈。因过长者徛去的社区关怀据点长照中心，第3级防疫期间拢暂停，真侪失智失能的家庭的照顾者负担变重。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嘛引用英国6月上新的调查，超过7成的家庭照顾者表示，家己完全无休困的时间，强要喘无气。对照台湾，嘛有真侪人有正大的压力。阮开始接到真侪电话吼，就是有真侪人讲，我厝里咧照顾的人家属讲，爱请假来照顾吼，无就是即个照顾的即个物资，比如讲尿布啦啥，即种的种物资，伊嘛无钱，也是讲无通有时间出去买。家照总会表示，因调查全台湾有1/4的家庭是单独照顾者，有的甚至是老的搁老的这群人，互人是上烦恼的。为着先互这寡家庭有资源，因是想讲新杀出来的社群的线顶照顾计划，会有一位专职人员协助4位家庭照顾者的生活问题。另外，嘛设立照顾的交接计划，互民众通伫线顶填写紧急联络的名单，若拄到意外的状况，通换人接手，嘛希望政府通紧有对策。现在开始有在施打疫苗，所以可不可以请政府在未来考虑施打疫苗过程中，也把日照中心跟这个失智据点等等这些涉及到家庭照顾的这些服务的单位或人员列为优先的一个对象。逐步解封，也希望把这个日照中心跟失智据点，还有身障据点等等列为一个优先的对象。因为疫情警戒已经过过，唔知阁爱持续偌久。家照总会希望政府嘛通参照国外的做法，像英国着杀家庭气泡，伫道解封的过程，互两个家庭互相来关怀。欧洲嘛有紧急喘气的服务，由政府派照顾员到处理，服务1、2天，互家属通休困，拢是真好的方式。记者陈嘉文刘随采访报道。受疫情影响，即马学生囡仔拢伫厝内上课，透过电脑在学习。严格这对一寡特殊教育的学生来讲，考验搁较大，爱家长斗相共配合。好，停一下，老师看一下哦。运用手头所有的设备，伫家己的老师想办法要来教住伫台南的7种学生使用电脑上课。会想要回学校上课。
因为可以直接跟老师接触，如果不懂就可以直接问老师。那慢慢在小5、小6的时候，他才全盲，所以对于他的盲用电脑的能力啊、点字的能力，他来到国中等于说几乎是从零开始。妈妈一开始也是要我帮他，就是写完作业他自己写，然后我要帮他上传，然后前阵子老师也教好让他自己怎么上传，所以他全部都可以自己完成。除了青盲囡仔，即马一寡特殊教育的学生嘛，拢爱透过电脑来学习。不过老师表示，有时阵父母无伫边啊，学习的效果就会较歹。我丢了一个问题之后，变成是小孩子没有回应。对啊，我觉得最需要的其实还是家长尽量能够在荧幕前面的陪伴，陪着小孩子线上教学，陪着他学习。然后我觉得家长是会更清楚小孩子的那个学习内容，还有他的学习情况。学校表示，特殊教育的学生因为疫情的关系，校园学习会比一般的学生更加辛苦，所以老师除了爱思考新的教课内容，家长的协助甲陪伴，嘛是维持学习效果上好的办法。记者林慧婷家期报道。防疫期间，民众踮伫厝内时间变济，若是无聊想要找伴，会当找动物伴。这是高雄市的动保处有推出新的认养动物的方案，若有专人专车甲流浪动物送到领导，佫会当试14天看卖。收容中心的狗仔看到人拢真活泼，嘛有狗仔囝看起来介古锥。不过这阵仔因为防疫，民众领养减少足济。目前有250只狗仔，甲40只猫仔住伫遮。高雄2个收容中心嘛拢已经客满。为着要较紧替因找到新主人，动保处即马互民众会当先试14天。较早咱民众来阮遮领狗仔猫仔吼，有规定讲一个礼拜以内吼，你若无特殊的疾病吼，你袂使管退行，有14天的迄个饲养期吼。那这期间，若讲民众，也是你对你领养这狗仔猫仔，若讲有不能适应的时阵，你会当随时来当体验馆。因为防疫出门无方便，动保处表示，即马民众会当伫线顶先经看卖介意倒一只动物，因有专人协助媒合，有专车甲动物送到领导，佮有送晶片登记、3年的注射等等的好康，希望提悬民众领养的意愿。这是好的，因为即马伫个防疫期间吼，即马足侪民众拢无法度出门嘛，无法度出门，伊本身除了伫上网啊、看电视、拄外嘛，对毋对？伊会当去认养伊的动物吼，会当下面互动。培养感情，这是对整个社会吼，甲生活即摆伫防疫期间有帮忙。防疫影响，民众带动物伴去动物病院减少真济。不过，动保处认为，民众要受动物伴的需求，要互狗仔、猫仔陪伴厝内的时大囡仔，防疫生活较袂无聊。记者邓嘉文、罗维做高雄报道。在咱镜头来国外，咱来看即马，咱国内是疫情3级警戒，袂使伫店内食物件，有人会叫外送，无就是包转去食，造成纸盒仔、包装袋仔用一摆就要单调，粪扫量加真济。来看法国伫封城期间，伊嘛拄着共款的问题，所以呢，伫巴黎，照顾外送服务业者甲环保团体共同做伙推出洗好会使各用的盒仔内底，真正是大大减少粪扫量。法国的餐饮业2020年外送服务的数量比前一年成长25%，严格也造成一次性使用的盒仔、杯仔加包装袋的数量增加，平均一张订单会需要3个到4个容器来装。人表示讲，这块拢会当回收，严格实际上唔是安尼。像防水的餐盒仔，外口有塑胶涂料，这件材料就可以无法度回收再利用。一个所谓的可生物分解的塑胶，最后拢是提去粪扫场台，或者是提去烧，对环境一个咱的健康产生正大影响。外送食物搁零废弃，敢有可能？巴黎 Uber Eats 就甲合作的餐饮业者制定上用其押金的计划。Plus de la carte classique aura un nouveau menu qui sera disponible, un menu consigne. Ensuite, le client aura la possibilité de ramener cet emballage au restaurant pour qu'il soit nettoyé et ensuite qu'il puisse être réutilisé, afin d'éviter la production de déchets dans ses commandes. 参加计划消费者介绍时阵，要另外付4欧元的押金，用其海登记押金就退互你。非营利组织法国零浪费环保团体伫巴黎第10区举办绿色寄存活动，因设计一个手机的 App， 顶头有列出第10区内面所有使用重复性包装的业者，
消费者入去店内消费的时阵，会当经用其寄存方案，无需要另外付费。加上用其要还的时阵，用 GPS 全球定位系统，甲用其提去上晚近的回收点就当回收。Eh ben nous demain, l'objectif et le challenge, c'est d'avoir autant de points de collecte que de poubelles. 法国能浪费相信，这套中国使用包装容器的方法，发展力也阁正大。希望以后大家当变做正自然的代志。其实，即马市场的方向甲法规，亦拢是向循环使用的模式伫咧行。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人类史前时代的记录是真少，若是有发现，拢是真珍贵。有考古学家考古团队伫2017年的时，伫印尼有找到李即马45500年前年代上古进前的人类的壁画，也毋过因为气候暖化，这壁画落漆晓晓出现壁岩。发现这壁画地点伫印尼苏拉维西岛的南部，伫个叫做马洛斯的所在。岛上的峡谷除了会当看到树仔青林荫的群山，山骹阁有海水流过的洞穴。考古学家2017年伫个洞穴内底发现一批史前人类用画笔等等的工具所画出的帕拉或者是饲动物的壁画。This is a painting of a pig from a cave in Sulawesi. We've dated it to 45,500 years ago, and we think that this is the oldest depiction of the animal world anywhere on the planet. Akhirnya kesimpulannya yang kita tahu tulisan itu baru terbit baru-baru ini bahwa ternyata pengelupasan itu dipengaruhi oleh perubahan iklim. 考古学家指出，全球的暖化阁有气温异常的升悬，地书伫一般厝内看到的壁岩，嘛伫遮个岩洞内底出现，而且因为盛影现象，盐分淋入去海水的水汽，使得壁岩加速恶化。所以，考古专家为着要保护这个史前遗迹，会使讲是伫个甲时间比走表。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天气报你知，今仔日各地高温烧热，过昼了后，山区中南部平地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高温呢大约是31度至35度。若后礼拜一5日节，天气会小可转变，会转透西南风，水汽会变济，所以中南部的天气就会变作较无稳定。再回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5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5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2度。外岛是24度至32度。这会更新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祝乡亲平安顺心，明仔载去9点，咱再会。